中华保盐顺德宫的冠军帽仔是真出名。这阵庙方为着要向去花莲斗救灾志工致敬，都传5800顶帽仔，顶冠有印鉛笔啊敲进花莲加油的字，有去救灾的人拢会当去领。时间到，中华保盐顺德宫就开办信徒，因拢是进前北基花莲光复参加救灾的刷头超人。而大点贵咯，先恭喜，好，谢谢。工作人员把帽仔分予刷头超人了，抑阁提醒因爱去过路，互神明加持。这顶蓝色的帽仔顶面除了有中华保盐顺德宫的名，边抑阁刷头超人花莲加油的字，对北基参加救灾民众特别有意义。有没有觉得很高兴？当然了，当然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的，对。我没有去，我是小孩子去了，你来帮他领这样子。对。好。庙方讲，花莲县马太安溪崩山河满流出来，造成花莲光复乡灾情惨重。来自全台湾的志工，大家来斗三工，也展现台湾的精神。就信徒想讲，要做300顶的帽仔送予救灾英雄，庙方也决定要加做，因为反应正热烈，要决定要增加到5800顶。领帽仔是有约制，只要有相关证明或者是相片，就会使约时间来领帽仔。现场的照片还是票根，然后捐款收据这些我们都可以。足认真去做这个工课哦，这是一件好代志啊。顺着讲，因为有人志工哦，就是一样去帮忙的志工哦，伊专工来顺着讲，讲伊要捐帽啊，要送哦，在受灾户或是帮忙的志工。庙方讲，2个月分做9天来领，除了表达对刷头超人的感谢甲祝福，也希望这种精神会当传承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